大家好，我係 Revice。機動戦士ガンダム鉄血オフェンス紅月製作決定。你話點解我會製作呢個影片？我會講原因出嚟。而家會講一下流程，介紹流程、製作影片理由、2機體介紹、3主題曲。原因我要先攞咗張照片，等我陣。就係佢。喺2個月，佢覺得我好煩。喺4個月，我同呢個人係好朋友。我幫過佢，但呢個人呢，就恩將仇報。呢個人呢，我幫咗佢之後，佢就不停喺評論之中傷害過我，仲要同我講唔好再喺佢嗰度留言。嗰個夜晚我都唔知我喊咗幾多次。喺呢個事件之後1個月，我終於唔記得咗佢，太好啊！喺1個星期前呢，製作影片嘅1個星期前，我唔小心睇到嘅影片，復仇嘅3就湧咗上去，所以我決定製作呢個高達影片。當然，仲有一個原因，我係鍾意呢個高達系列，再加上聲優一樣。機體介紹Gundam Red Barbatos 喺330年前所製作嘅高達，前名係高達 Barbatos Lupus Nex X， 但係喺30年前，頭部分同埋手臂部分都被 Legends Julia 敵方機體破壞，駕駛者 Mikazuki August 都被Legends殺死。30年後，機體的頭部和身體連接咗，手臂由於失去蹤影，使用咗 Gundam Wing 的手臂，可以使用阿拉亞什基系統同埋疑似阿拉亞什基系統可以同時使用，用咗之後可以加強機體力量。武器係巴魯帕特斯所使用過的改造過嘅大刀，同埋呢個世界第一個製作出嚟的視作熒光觸步槍。Gundam Kirimatsu Witaru Repair 3300年前所製作嘅高達，前名係 Gundam Kirimatsu Witaru。喺對戰之中，係30年前嘅戰爭之中，同高達擺喺戰鬥嘅時候失去咗左肩部裝甲同埋右臂。喺30年之後，由頭部嘅右眼係完全修復嘅。但係由於左肩部裝甲嘅粉碎到無法回復，所以只能用背包嘅 subarm 嚟代替左肩部裝甲。喺危險嘅時候，左肩部裝甲可以打開，然後可以使用右手，但會面臨右手被破壞嘅風險。武器係 sword。喺展開狀態嘅時候，subarm 可以使用針做子彈嘅針槍，但每次一個 subarm 只能射1次，所以作為危險嘅時候必使用嘅遠戰型武器。Gundam Barbatos 透小彈高專用機，使用最新嘅 Grace Frame 同埋疑似 Gundam Frame 嘅頭部同埋 Grace Frame 嘅假高達。Gundam Barbatos 武器係假太刀同埋2個假大錘，力量非常弱，但由於 Grace Frame 嘅係非常輕，所以
所以能夠速度超越所有高達。佢裝備咗真正嘅 Gunblade， 防禦力非常之強。呢個呢係敵人專用機，所以響出現呢只會出現在 Episode Zero。第三，主題曲。今次嘅主題曲我使用 Kido Senshi Gundam Take It Zero 第二期嘅最初嘅主題曲 Rage of Dash。呢個主題曲呢係響 Episode Zero 嘅完結曲出現嘅，而 Episode Zero 嘅完結曲將會被佢代替。然之後呢，全部呢首歌呢都係以主題曲嘅形式去出現，完結曲會有其他嘅歌嚟到去代替。之後我選擇呢就係呢兩首歌啦。喺 Episode Zero 版本呢，我呢就揀咗 Red with Blue， 係一首歌呢係由 Kido Senshi Gundam Teketsu no Fans Ulyss Hunt 所出現嘅。喺最近呢10月31號呢所發出嚟嘅電影所出現嘅戰鬥嘅完結曲。由於呢係同 Episode Zero 有關嘅劇情，佢都差唔多係喺呢個歌名度呢講咗出嚟，所以我揀啦。而呢普通版呢，我就使用咗啦 Mobile Suit Gundam Iron Blood Eclipse 嘅呢首歌啦，因為呢喺 Kido Senshi Gundam Teketsu no Fans 即係原作之中呢，佢係用咗呢首歌嚟到去做戰鬥嘅插入曲。所以我目前呢個人呢都係覺得好喜歡嘅，所以我會揀嘅。完結曲呢，我會因為會整投票出嚟㗎啦，所以就幫我哋一下投票啦，唔該晒。咁呢條影片呢都差唔多㗎啦，咁下集再見，拜拜。